嘅無紙證券市場 USM 運作簡報會。咁啊今日呢一個簡報會咧，主要係集中喺營運層面嘅準備工作，包括中央結算系統 CCASS 嘅運作有啲咩會改變啦，邊啲會維持邊啲安排會維持不變啦，以及各位行家需要為2026年11月16號 USM 正式實施做啲乜嘢嘅準備工作嘅。咁喺正式開始之前啦，先由我為大家介紹今日嘅開場嘉賓啦。我哋嘅沈家榮先生 Richard， 咁 Richard 咧就係我哋嘅香港結算存管處及參與者服務營運主管。咁 Richard 咧一直參與 USM 嘅設計啦同落實嘅工作嘅，期間同市場參與者登記。證券登記機構、發行人同監管機構咧，緊密合作，確保 USM 嘅框架咧既穩健，亦切合實際營運需要咧嘅情況底下咧，係去建設嘅。咁今日咧 Richard 會分享一下 USM 對市場有咩重要嘅意義啦。咁而家請大家一齊歡迎 Richard， 唔該你 Richard。好，唔該晒 Kathy。首先歡迎大家嚟到呢個USM 個簡報會啦。咁我諗大家都好清楚知道，證監會喺3月30號嘅時候，其實已經公布咗香港無紙化證券市場嘅落實日期啦，就將會係11月嘅。咁我諗就住呢一個無紙化證券，頭先 Kathy 所講啦，我哋都同呢個股份登記處總會啦，同埋證監會啦，合作咗好耐咁去為咗呢個無紙化證券市場嘅一啲營運上嘅需要作出好多嘅一啲轉變啦。而今次呢個簡報會最主要嘅目的，亦都係想話翻俾大家聽，隨住 USM 嘅嚟臨啦，呢個無紙化證券市場啦，我哋香港結算係喺系統上喺營運上會有啲咩改變嘅，相對應咧我哋嘅券商啊，我哋嘅參與者啊，都會作出一啲相應嘅調整咁樣咯。咁事不宜遲啊，我諗真係都唔想阻大家太多時間，因為今日嘅資訊都會幾豐富同埋都幾多嘅。咁我諗我將以下嘅時間交翻俾阿 Kathy， 我哋可以開始啊。咁唔該晒 Richard 為我哋今日嘅簡報會作出呢一個引言啦。咁接住落嚟啦，我哋都會正式進入今日嘅營運簡報部分嘅。咁開始之前咧，都提一提大家啦。今日分享嘅內容咧，只係作一般資訊用途啦，並唔構成一個法律啊，或者係監管或者投資嘅建議嘅。咁大家依然咧係需要以呢個無紙證券市場規則、香港結算一般規則同相關嘅監管文件咧為準嘅。咁而家我哋先由今日嘅議程開始啊。咁今日嘅簡報咧，咁一共咧就有6個主要部分啦。咁我哋就先會由 USM 嘅背景同整體概念講起啦，之後咧就會介紹 USM 涵蓋嘅證券範圍，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進入今日嘅重點，就係 USM 嘅操作模式以及對日常運作嚟講咧帶嚟嘅主要嘅改動。之後咧，我哋都會講一講其他嘅操作安排啦，存管及代理人費用費嘅現代化改革啦，最後咧就會講一講準備時間表嘅，同埋一啲支援嘅渠道同埋下一步嘅行動。簡報會最後咧都會預留一個問答環節，咁大家聽嘅時候咧有問題可以先記低，咁最後嘅時候可以就發問嘅。咁而家咧先由 USM 嘅整體概覽開始啦。咁 USM 係一項由政府主動嘅一個改革啦，目標咧就係推動香港咧邁向一個全面無紙化嘅證券市場。由一開始咧 USM 嘅設計都遵循幾個核心原則啦。第一就係保留我哋現有嘅香港結算代理人嘅架構。第二，盡量減低對市場嘅衝擊。第三，就係維持 CCASS 嘅現有淨額交收嘅效率。咁喺操作嘅角度嚟講啦 ，USM 就會以電子嘅記錄取替實物股票啦，令 CCASS 咧同一啲將來成為核准登記證券登記機構 ASR 之間咧，可以用一個直接嘅電子方式對接啦，同時大幅減少而家仍然存在嘅人手同埋紙本嘅一啲對賬嘅程序。咁呢度都提一提大家啦，
一旦證券喺 USM 底下咧完成咗呢個去實物化咧，一般情況下咧係唔可以翻轉頭做翻呢個實物股票嘅，只有係一個好有限嘅情況啦，例如除牌啦，先會容許重新實物化嘅。喺適用範圍方面咧 ，USM 覆蓋幾乎所有喺聯交所上市嘅證券，除咗結構性產品同債券除外。咁對於投資者、發行人同中介人嚟講咧，USM 都會帶嚟一個整體嘅好處啦。咁而呢一頁咧，我哋都會主要講一講咧 USM 點樣係一步一步咁樣發展過嚟嘅。咁雖然 USM 即係Richard 都提到啦，就係3月份嘅時候，我哋證監會都公布咗一個實施日期啦，喺今年稍後嘅時間正式推出啦。但其實嗰個籌備工作咧，幾年前咧已經係開始㗎啦。咁就確保市場係有一個足夠嘅時間去做一個準備啦。咁喺2020年嘅時候咧，經過廣泛嘅市場諮詢咧，USM 嘅修訂操作模式咧正式落實，清楚界定咗 CCASS 證券登記機構啦，同埋市場參與者嘅角色。去到2021年咧 ，USM 修訂條例咧正式生效，為 USM 提供一個法律基礎，標誌住由一個概念咧走向實質監管框架下面嘅。咁由2024年到2026年嘅時候咧，重點就放咗喺市場準備啦。咁我哋嘅規則細節不斷完善啦，操作安排就落實啦，亦陸續發布咗多份嘅諮詢文件同埋指引。而喺今年嘅3月啦，我哋嘅證監會咧正式公布咗 USM 嘅一個實施日期啦。咁因此市場就會有一個清晰同埋確定嘅時間表。咁最後啦 ，USM 就會係喺今年嘅11月16號正式實施。咁喺正式推出之前咧，仲有幾個重要嘅準備工作嘅，包括咧嚟緊我哋都會繼續舉辦一啲簡報會啦。同埋各位行家係需要向稅局去申請一個認可人士嘅身份啦，以及稍後喺2026年進行嘅一啲模擬練習嘅。咁而至於 USM 咧，適用於乜嘢證券範圍咧？咁 USM 咧適用於一系列嘅訂明證券，咁包括啲乜嘢咧？就係第一啦，就係股份預託證券、合訂證券、部分認可集體投資計劃權益啦，譬如係一啲房地產嘅投資信託基金，我哋稱之為 REITs， 以及公股權利同埋股本權證嘅。咁發行人方面咧，只要係喺香港、內地、開曼群島或者係百慕達註冊成立咧，都屬於適用範圍嘅。咁而每一隻訂明證券啦，最終都會按照一個分階段嘅時間表成為呢個參與證券嘅。咁而呢個時間表咧，係由發行人嘅 ASR 啦、聯交所同埋香港結算咧共同決定嘅。喺 USM 底下咧，證券登記機構咧必須獲得證監會批准，成為核准證券登記機構，即是係我哋啱啱所講嘅 ASR 啦。咁而發行人咧係需要委任一個 ASR 嘅。咁喺佢哋收到指定日期同埋參與日期通知之後咧，咁發行人係需要作出一個公告啦。而呢一個公告咧係會喺呢個參與日期至少3個月前就會發出嘅，咁好讓市場有一個足夠嘅時間去做準備。咁而喺參與日期當日啦，證券咧就會正式成為呢個參與證券嘅。咁而隨後所有新發行嘅證券咧，都必須要以一個無紙嘅形式去發行。而喺中央結算系統入邊持有嘅實物股票咧，亦會進行呢個去實物化嘅。咁由2026年開始啦，至2031年咧，會有一個5年嘅過渡期。咁呢一啲訂明證券咧，就會分批咧，就會納入 USM 制度之下，成為呢個參與證券嘅。咁而合資格嘅首次公開發行嘅證券啦，我哋稱之為 IPO 咧。一般情況下咧，就會係由第一日開始咧，就會係成為呢個參與證券啦，以呢個無紙形式咧係發行嘅，除非係一啲極特殊嘅情況下啦，獲得豁免。
咁我哋頭先咧都已經講咗 USM 涵蓋邊一類型嘅證券啦，同埋發行人點樣參與呢個 USM 啦。咁自然下一個問題就係其實 USM 係會點樣運作嘅？咁譬如係證券喺 USM 底下點樣登記同轉讓啦？同而家相比，邊啲安排會維持不變，邊啲會有所改動嘅？咁所以我哋嚟緊咧就會一齊睇下喺新制度底下咧，各方面係點樣互相配合。咁呢一個圖表咧，整合咗 USM 操作嘅模式嘅主要某一啲元素啦。喺整個架構嘅中心，香港結算代理人咧，依然係繼續擔任香港中央證券存管嘅一個角色嘅。所以交收同埋託管層面咧，市場熟悉嘅核心基建係維持不變。改變嘅地方咧，主要係登記同埋轉讓嘅方式。咁而 ASR 咧就會負責操作呢一個無紙證券登記及轉讓系統啦，咁以呢個電子嘅方式去取代實物股票同埋人手操作嘅流程嘅。咁為咗配合CCASS 同埋 ASR 系統之間嘅互動咧，香港結算咧將會引入一個新嘅參與者類別，就係登記機構參與者，專門係負責系統對接，確保呢個流程相順嘅。咁參與證券咧，可以將來嚟講咧，可以繼續以香港結算代理人嘅名義去登記啦，或者係由投資者直接以 USI 持有人身份去持有嘅。重點咧就係大部分現有嘅 CCASS 操作架構咧都會保留落嚟啦，令市場可以用一個最少嘅改動方式咧，係過渡至 USM。咁而嚟緊呢一頁咧，就總結喺 USM 底下咧一啲非參與證券啦，同埋參與證券之間嘅主要操作分別嘅。咁首先強調一點啦，我哋 USM 唔係想將所有嘅流程係推翻嘅，而係想當證券轉為無紙化嘅時候咧，引入一啲針對性嘅改動啦，咁去減低市場嘅影響嘅。咁而其他嘅安排咧，我哋都盡量保持不變。咁我哋嚟緊睇一睇第一係嚟緊我哋會睇一睇第一個改動啦，就係法定擁有權。對於非參與證券嚟講咧，證券嘅法定擁有權咧，依然係透過實物股票咧去證明嘅。但係對於參與證券嚟講咧，法定擁有權咧就唔再依賴一啲實物股票啦，而係改由 ASR 嘅系統入邊嘅電子記錄去證明，咁就即係完全無紙化啦。咁第二啦，就係傳入中央決算系統嘅時候咧，嗰個流程啦。咁我哋先講一講非參與證券啦。咁非參與證券嘅安排咧，基本上咧係保持不變嘅。唯一要留意嘅地方咧，就係各位參與者咧係需要透過中央結算系統嘅一個新嘅功能啦，登入傳入去實物化指令咧入邊咧去輸入相關嘅指示嘅。咁而之後咧，先輸入咗指示之後咧，先將呢一啲實物股票連同其他文件咧，就交到去我哋嘅存管處櫃台上面咧，去繼續進行嗰個傳入嗰個流程啦。咁而至於參與證券咧，就會有兩個新嘅功能啦。第一個咧就係登入傳入去實物化指示，咁呢一個功能咧都適用於咧係參與證券依然係用一個實物股票形式去持有嘅證券啦。咁用途咧就係將呢一啲股票咧先係去實物化，然後咧再轉入香港結算代理人名下嘅一個無紙持倉。咁第二個咧就係 USI 轉讓指示啦，就即是話咧，如果當嗰個參與證券咧本身已經係以一個無紙形式持有嘅時候咧，就可以直接透過呢一個功能咧，就將證券咧轉入去中央結算系統，而完全唔需要涉及一個實物股票嘅。對於第三個改動咧，就係提取證券啦。咁對於非參與證券咧，提取安排咧
係依然咧係使用現有嘅中央結算系統嘅一個提取功能啦，以實物股票方式去處理啦。咁但係對於參與證券嚟講咧，提取咧就會透過呢個 USI 轉讓指示咧去進行嘅，咁就會係將呢個證券咧由香港結算代理人嘅無紙持倉咧轉到去某一個USI 持有人嘅名下啦。咁第四個改動咧就係印花稅嘅方面嘅處理。咁對於參與證券咧，我哋中央結算系統 CCASS 咧都會新增一個新嘅功能啦，就係印花稅支付請求。咁只要行家咧已經係獲得稅務局批准成為認可人士咧，就可以透過中央結算系統嘅呢一個新嘅功能咧，以一個電子嘅方式咧，為一啲合資格嘅交收指示交易咧，即係我哋稱之為 SI 咧，去支付呢個印花稅嘅。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啦，我哋有啲現行嘅安排咧，譬如話係即時存入帳戶啦，同埋代買豁免咧，依然咧繼續適用嘅。但係要特別留意啦，呢兩項安排咧，只適用於有實物股票支持嘅一啲存入，就唔適用於一啲無紙嘅流程㗎啦。將來嚟講。咁簡單嚟講啦，咁行家喺落入任何喺 CCASS 嘅指示之前咧，我哋都建議大家去睇一睇呢一隻證券咧係參與證券啦，定係非參與證券，同埋嗰個證券目前係以咩嘢形式係嘅方式去持有啦，譬如話係以一個實物股票啊，定係無紙形式去持有。咁只要呢一個分類做得啱咧，咁就會自然而然咧就知道其實行家係需要用邊一個功能去應付唔同嘅需求㗎啦。咁我哋睇一睇喺嗰個證券嘅存入或者提取上嗰個基本流程啦。咁喺實質操作上咧，無論存入定係提取啦，都可以用一個好簡單嘅邏輯去判斷嘅。咁就係需要行家咧係落指示之前咧，就問一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咧就係呢一隻證券係咪已經係一個參與證券啦？咁第二就係目前嚟講咧，呢一隻證券咧就係以乜嘢方式去持有嘅？就係以譬如話係以實體股票啊，定係已經係無紙形式去持有啦。對於一啲非參與證券咧，咁嗰個存入或者提取咧，都係沿用現有嘅做法嘅，係靠一啲係靠實體股票去處理啦。而對於參與證券嚟講咧，如果係以實物股票去持有嘅話咧，行家就需要用到一個叫做轉讓兼去實物化嘅一個流程咧，係去做一個處理嘅。咁而如果嗰個證券咧已經係以一個無紙嘅形式去持有咧，就需要用呢個 USI 轉讓咧嘅方式咧，係去處理嗰個存入嘅。咁分清咗呢一步咧，咁對於後面嘅流程咧就會非常之清晰啦。咁我哋會先詳細講一講整個轉讓兼去實物化呢一個流程嘅。咁因為呢個對於市場過渡去 USM 嘅時候咧，都係一個比較核心嘅流程啦。咁轉讓兼去實物化咧，係用喺乜嘢嘅情況底下咧？係針對於咧證券已經係 USM 嘅參與證券啦，但係依然以一個實物股票嘅形式咧去持有嘅。咁而呢個流程咧，同時咧就會做到兩件事。第一咧就將呢一啲實物股票咧去實物化，第二咧就係喺呢個冇實益擁有權變動嘅情況下咧，我哋稱之為 NCBO 咧嘅情況下咧，就將呢一啲證券咧轉入去香港結算代理人名下嘅一個無紙持倉。咁注意啦，就係啱啱先提到啦，就係轉讓兼去實物化呢個流程咧，只可以係一個 NCBO。即係話咧，實益擁有權咧係唔可以改變嘅。咁所以咧，當行家喺系統輸入嘅時候咧，嗰個轉讓人嘅名稱咧，必須要同嗰個股票上嗰個名稱咧，要完全一致嘅。
咁而呢一個流程咧，會就涉及到咧行家喺我哋中央結算系統咧輸入指示之後咧，我哋當我哋亦收到嗰個股票啦，同埋嗰個相關嘅文件咧，我哋就會將呢一啲文件咧轉交到去相關嘅 ASR 咧，就進行呢個去實物化同轉讓嘅。咁只要 ASR 咧收齊正確嘅文件啦，整個嗰個轉讓同埋兼去實物化咧，就會喺5個工作天內完成。咁要特別提醒啦，一旦完成咗呢個去實物化啦，證券係相關嘅證券咧就唔會可以再變翻實物股票㗎啦，除非係一啲特殊情況啦，譬如話係除牌啦。咁而相關嘅費用咧就會喺下一個星期嘅第一個工作天咧，透過 EPI 咧就會自動扣數，所以咧各位行家咧要確保戶口咧係有足夠嘅資金。咁而如果證券本身咧已經係一個無紙嘅形式嘅形式嘅持有咧，咁存入或者提取咧就會用到呢個 USI 轉讓啦。呢個 USI 轉讓咧可以由 USI 持有人咧轉入去中央結算系統啦，或者係中央結算系統轉出去俾相關嘅 USI 持有人。咁而呢一個 USI 轉讓咧，通常就會喺相關嗰個 USI 持有人確認之後嘅最多2個工作天內完成嘅。咁但係都有幾個條件啦。第一就係咧入呢一個指令嘅參與者啦，即係各位行家啦，必須要係獲稅局咧批准嘅一位認可人士啦。咁第二啦，呢一個轉讓咧都係只限於一啲 NCBO 嘅轉讓嘅。咁所以咧，轉讓人嘅名稱咧必須同嗰個 ASR 系統登記嗰個記錄咧要完全一致嘅。咁仲有一點啦，就係留意返個時間啦。如果喺 CCASS 咧1點半後收到嘅一啲確認指示咧，呢一啲指示咧就會順延到下一個工作天嘅第一個批次咧係先會處理嘅。咁所以如果嗰個各位行家，如果呢一個轉讓咧係要為咗相應嘅一啲交收嘅責任嘅話咧，咁大家要留意翻呢個時間點啦。咁至於費用方面咧，由 USI 持有人轉入去中央結算系統咧，就會涉及到 ASR 收取嘅一啲轉讓及登記費。咁而呢一個費用咧就會直接由 USI 持有人咧就通過ASR 嘅平台咧去支付啦。咁而如果呢一個轉讓咧係由中央結算系統轉出咧，咁我哋香港結算咧就會收取現有嘅一個股份提取費嘅。咁而費用方面咧，我就會喺稍後嘅時間咧就會同大家都會作出一個詳細嘅分享。而最後啦，我哋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個印花稅嘅安排。咁喺無紙證券市場之下咧，中央結算系統咧新增咗一個新嘅功能啦，就係印花稅支付請求。咁而適用於嘅地方咧，就係涉及一啲參與證券嘅結算指示交易啦，我哋稱之為 SI。咁而使用呢一個功能嘅前提之下咧，行家咧就必須要係獲得稅局批准嘅一個認可人士啦。咁呢度我哋都可以俾多少少資訊俾各位行家嘅，即係點樣去做到呢一個認可人士啦。咁呢個批准咧，呢個申請過程咧就會係完完全全咧係由稅局咧係去處理嘅。咁為咗減省即係嗰個操作啊，即係簡單啲咧，令到整個申請過程簡單咧，咁稅局咧就會喺大概6月份嘅時候咧，就會向所有現時嘅結算參與者啦，同埋託管商參與者咧，就發出一個邀請函咧，就邀請翻各位行家咧係去做呢個申請嘅。咁呢一度咧，就到時候咧，我哋就會俾多少少資訊俾大家啦。咁要注意咁最後啦，就要注意咧。雖然我哋 CCASS 咧係可以幫手提交同埋繳付呢個印花稅啦，但係法律責任咧依然就會喺行家身上面嘅，包括咧第一要根據印花稅條例咧喺呈交嘅單據上咧蓋印啦。
第二就係保存記錄咧，要有啦，去以備嗰個將來有機會嘅一啲嘅查核啦。咁而操作上咧，系統會將資料咧送俾稅局去做計算嘅，咁而相關嘅款項咧都會即日經銀行去做一個結算嘅。咁整體嘅目的咧就係提高呢個效率啦，減少人手同埋紙本嘅處理嘅。去到呢度咧，我哋已經講完整個無紙證券市場嘅核心運作模式啦，包括日常嘅存入啦、轉出啦，同埋印花稅嘅處理。咁而喺呢一個部分咧，我哋都會睇喺一啲特定嘅情況先會出現嘅營運安排啦。雖然呢一啲情況唔係日日發生，但係一旦遇到咧，處理嗰個時限同埋操作咧，都嘅要求都相當重要嘅，所以大家如果冇留意清楚咧，都好容易會影響到一啲指示會被拒絕嘅情況出現啦。咁我哋先睇睇呢個由呢個訂明證券成為呢個參與證券嘅時候嘅一個安排啦。咁每一隻被納入無紙證券市場嘅訂明證券咧，最終都會經歷一個好重要嘅時刻，就係佢正式成為參與證券嘅一天啦。咁雖然我呢度需要強調嘅地方咧，就係咧呢一個轉變咧，唔係一日即係突然發生嘅，而係有清楚嘅時間表同埋預告嘅安排啦。咁令到市場咧可以好好咁樣準備呢一日嘅來臨。咁發行人咧就會首先會先公布一個參與日期啦，咁等到市場同埋即係市場嘅參與者咧，全都有一個足夠時間去做準備啦。咁喺參與日期之前咧，我哋會設立一個特別期嘅，咁就係去俾市場去處理依然以一個實物股票形式持有嘅一啲證券啦。咁特別注意嘅一點咧，就係咧轉讓兼去實物化呢一個功能咧，會喺證券相關嘅證券參與日期前嘅10個工作天咧，就會正式開放㗎啦。換句話嚟講咧，由嗰一日開始咧，所有行家咧就可以開始提交呢個指令，而呢個指令咧就會將相關嘅實物股票咧，就會喺參與日期當日咧就會完成呢一個去實物化同埋轉讓㗎啦。不過咧就要留意啦，喺呢一段時間入邊咧，我哋依然咧設有一個存入嗰個服務嘅截止日期嘅。咁呢個截止日期係講緊啲乜嘢咧？就係喺呢段時間咧，我哋依然都會接受一啲普通一般嘅存入嘅服務啦，即係我哋都會依然提供嘅。咁而喺呢一個用呢一個服務嘅時候咧，我哋同一時間咧，我哋都會收到相應嗰個新嘅股票嗰個返翻嚟嗰個新股票嘅。咁如果咧大家係過咗呢個截止時間去提交呢個存入嗰個服務申請咧，咁相關嗰個 ASR 咧就有機會咧唔再接受任何呢一啲存入嘅指示，咁而嗰個新嘅股票咧亦唔會得以發行俾我哋香港交易嗰個結算嘅。咁正如圖上所示啦，咁有分幾個唔同嘅存入服務嘅，咁就係有一般存入服務啦。咁一般存入服務咧，最後嗰個提供服務個日子咧，就會係參與日期之前嘅第11個工作天。咁而加急服務咧，就會係有分1日啦、3日、6日，有唔同嘅相對嗰個截止日期嘅。咁行家呢度咧就要留意翻啦。咁而由參與日期開始咧，相關嘅證券咧就會全面進入無紙環境嘅。咁之後所有嘅有關實物股票嘅操作咧，都必須要用呢個轉讓兼去實物化嘅方式去處理。咁呢度都提一提大家啦，咁都要如果當大家嘅每一隻股票去差唔多去加入呢個參與證券嘅時候咧，大家都需要提早去
通知有關嘅客戶啦。如果佢哋依然持有呢一啲實物股票咧，佢哋嗰個如果佢哋都想做一個存入嘅動作，係要幾時要做啦？同埋提早同佢哋做好呢啲溝通啊，同埋文件嘅安排啦。而第二個有關嗰個安排咧，就係針對持有人登記冊封閉期前嘅安排。咁即係我哋稱之為一個 book close period 啦，即係嗰個截止過戶期嘅。咁根據無紙證券市場規則啦，對於一啲參與證券咧，嗰個截止過戶期咧，最多只可以係連續2個工作天。咁呢一個安排其實係一個好事啦，因為可以俾一個市場更加清楚掌握嘅時限啦，減低一個不確定性啦。不過喺呢個截止過戶期嘅期間咧，相關嘅轉讓操作咧都會受到限制嘅，所以咧事前安排好時間咧，對於各位行家嚟講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如果針對於 USI 轉讓指示嚟講咧，咁嗰個截止過戶期咧，就會係嗰個最後可以提交嗰個指令咧，就會係截止過戶期嘅至少嘅前1個工作天咧，就會截止㗎啦。咁而轉讓兼去實物化呢個指示咧，就會係截止過戶期嘅5個工作天前咧就會截止。咁所以各位行家咧要留意即將出現嘅一個截止過戶期啦，提早同客戶溝通啦，為避免臨尾1日先提交嗰個指示咁樣嘅。而最後咧，我哋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如果嗰個證券咧除牌之後嘅一啲安排。咁如果由於唔同發行人所屬嘅法律啦，同埋司法管轄區嘅要求唔一樣啦，除牌嘅時候，你嗰個處理方式咧都會有所不同嘅。咁當中最關鍵嘅分別咧，就係除牌之後咧，需唔需要發出呢個實體嘅所有權文書？如果係唔需要發出呢一個所有權文書嘅時候咧，香港結算咧會協助各位去安排嗰個相關嗰個證券提取啦，包括咧我哋會提供一份咧已經簽署咗嘅一個轉讓文件啦，同時間咧我哋都會發出一張咧提取嘅收據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啦，咁行家或者係你哋嘅客戶咧，就可以按個別嘅需要咧，直接同呢一個發行人咧跟進後續嘅安排嘅。相反啦，如果除牌嘅時候咧，係需要發出呢個所有權文書咧，發行人必須要喺除牌之前咧，按照無紙證券市場規則咧，將呢個證券重新實物化。咁同時間咧，我哋香港結算咧都會問各位行家，即係包括結算參與者啦、託管商參與者咧，係去提交嗰個所有權文書嗰個數量同埋面值資料嘅，咁方便我哋去安排呢一個證券嘅提取。咁整體而言咧，呢一個安排咧係想確保無紙證券市場環境之下咧，所有嘅除牌程序咧都係有序進行啦，同埋符合呢個法例要求嘅。咁而家我哋會轉到咧費用安排嘅方面啦，呢一部分咧其實都係無紙證券市場落實入邊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啦。除咗營運流程嘅改變之外咧，無紙證券市場咧都亦提供咗一個好好嘅機會去更新同埋改善一啲已經好有一段時間冇調整過嘅存管及代理人嘅服務收費。咁如果我哋回顧翻以往嘅呢個現行嘅收費架構咧，咁上一次嗰個主要調整咧已經係差唔多20年前啦。咁而呢段時間咧，整個市場嘅操作模式啦、科技同埋其他主要市場嘅做法咧已經大幅改變。咁但係費用架構咧就一直都未有一個大嘅更新。咁所以無紙證券市場嘅實施咧，咁正正就係提供咗一個契機啦，去更新同現代化整個費用框架，令到佢更配合到現時嘅市場運作。
今次嘅費用調整咧，主要有3個原則。第一個咧就係簡單清楚，令收費更容易去理解啦、處理同埋對賬嘅。咁第二啦就係可預測性，咁令到大家咧可以容易去預計同埋管理成本。第三就係與國際做法接軌，特別係同其他主要證券存管市場保持一致。咁而家我哋會深入少少睇下呢個新嘅費用架構咧係點樣設計同埋運作啦。一個最關鍵嘅轉變咧，就係由以往嘅每一手股票去計咧，呢一個舊嘅收費方式咧，改為以證券嘅價值為基礎嘅收費方式。咁首先我哋會講一講嗰個股份提取費。喺新嘅安排之下咧，股份提取費咧就會按股票證券嘅市值嘅1.5個基點咧去計算嘅，同時設有每次最低收費10元。咁呢一個設計咧可以確保價值較低嘅證券咧唔會因為提取而俾收取過高嘅收費啦，而價值較高嘅證券咧收費亦能反映實質交易規模嘅。同時咧，以往實物股票相關嘅一啲處理手費咧，我哋都會正式取消嘅，即係呢個我哋稱之為 scrip fee 咧，喺無紙證券市場落實之後咧，會正式取消，咁就配合全面轉向無紙化嘅處理啦。至於一個股份託管費咧，我哋就會採用一個分級按價值計算嘅方式咧，係去做呢個計算嘅，即是話咧。呢度大家都可以睇到啦，證券組合嘅唔同價值部分咧，就會套用唔同嘅收費率咧去做一個計算。咁而呢個設計咧，係目的都係同時照顧唔同規模嘅結算參與者啦，亦合理反映到提供嗰個託管嗰個服務嘅成本嘅。咁另外都需要大家行家去留意啦，咁市值咧就會係用呢個收市價去計算啦，而費用咧係以每日去計算，然後再按結算週期去過帳嘅。咁而呢一頁咧都介紹咗一個新嘅收費咧，就係一個中央結算系統會籍費嘅新安排。咁呢個會籍費咧係以每一年去做計算嘅，係根據每一位行家嗰個平均每日證券組合價值所屬嗰個級別咧去收取。咁而為咗減輕市場度過渡呢一個新嘅制度嘅初期嘅負擔啦，香港交易所咧亦會喺實施後嘅首12個月咧豁免最低級別第一個級別嗰個會籍費嘅。咁整體嚟講啦，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新嘅收費架構咧，就希望做到計算方式清楚啦，參與者可以預先估算啦，同埋收費嗰個架構咧係更加透明嘅，減少一啲舊有嘅一啲複雜元素。咁嚟緊咧，我哋都會同大家分享2個例子嘅，就第一個咧就係講緊點樣去計呢個股份託管費啦。咁而家我哋假設咧，某一位參與者啦，喺12月期間咧，佢都嗰個託管嗰個證券市值咧都會有所變化嘅。咁譬如話12月1日咧，咁嗰個託管總額咧就係250億元啦。12月2號到4號咧，佢係增長到去320億元啦。而12月5號之後咧，嗰個託管總額咧就已經去到550億元啦。咁喺新嘅制度底下咧，託管費咧就會係每日去根據每日嗰個市值去計算啦，而且係會分級處理啦。譬如12月1號為例啦，第一個100億元咧，我哋就會用第1級收費率啦。之後嗰個100億元咧，我哋就會用第2級收費率。咁餘下嘅部分咧，就會用第3級收費率啦。每一級咧都會分開計算，再除以1年365日，最後咧就加埋就得到咧當日嗰個託管費嗰個費用係幾多啦。咁而呢一個方法咧都好清楚反映到咧市值嗰個變化啦，對於每一日嗰個費用嗰個影響。
而且咧精確度咧都非常之高嘅，因為我哋每一級嗰個每一級嗰個計算咧，我哋會計到去小數後8位啦，最後咧先4捨5入到去小數後2位咧，先去做一個嗰個總價嘅。咁到咗月尾啦，咁每一日嗰個費用咧加埋咧就會成為咧當月嗰個託管費。咁而第二個例子啦，就係分享一下點樣去計嗰個中央結算系統嘅會籍費啦。假如咧第二個參與者啦，由11月16號開始咧，就需要繳交呢個會籍費啦。咁由於會籍費咧係以1年去計算嘅，咁第一年咧無紙證券咧係由11月16號實施啊嘛，咁所以咧第一年只會喺由實施日開始咧到年底咧係做呢個用呢個按比例計算嘅，咁計算方式咧都係將每一日嗰個市值咧加埋一齊啦，除翻實質嘅日數啦，得出嗰個平均證券市值嘅。咁喺圖上所示啦，咁而家嗰個參與者 B 咧，咁嗰個平均市值咧係少於200億元嘅，咁就係屬於第二級收費。咁而第二級收費嗰個全年嗰個會籍費咧係5萬蚊嘅。咁由於只係計2個月啦，咁所以實質嘅嗰個收費咧就會係5萬蚊乘翻2除翻12，就即係咧大概係8388蚊左右啦。咁而呢兩個例子咧都有一個重點啦，就係嗰個會籍費咧就會同嗰個持倉嗰個規模去掛鈎啦，而嗰個過渡年期咧就會按比例去處理啦，確保一個公平性喺度嘅。而除咗一個中央結算系統香港結算嘅費用之外咧，無紙證券市場之下咧都會涉及到一啲證券登記機構收取嘅費用，咁為咗方便市場嘅運作啦，有關費用咧都會透過香港結算咧去代為收取嘅，再轉交翻俾有關嘅證券登記機構。整體嚟講咧，呢一類費用咧主要分為3大類啦。第一類係交易性去實物費，咁喺咩時候會發生咧？就係適用於咧參與證券，但係依然以呢個實物股票形式持有嘅情況下咧，就會去做呢個收取嘅。咁就係當行家幫客戶咧將呢一啲實物股票咧存入中央結算系統嘅時候咧，咁嗰個相應嗰個證券登記機構咧就會去首先會先去做一個去實物化嘅處理啦，再去將呢個證券咧係轉入香港結算嗰個無紙持倉底下嘅。咁而整個過程咧，證券登記機構咧係負責咧要去核對呢啲實體實體股票嗰個資料啦，處理嗰個紙本文件啦，同埋轉呢個電子記錄啦。咁所以呢個收費咧就會係每一張股票咧係會收取5蚊啦，而最低嗰個收費咧係20蚊嘅。咁而相關嘅費用咧就會係喺我哋提交咗相關嗰個股票同埋文件俾ASR 之後咧，喺下一個星期嘅第一個工作天咧係就會去做一個扣帳嘅。咁第二類嗰個收費咧就係轉讓及登記費。咁呢一個情況咧通常就發生喺無紙證券嗰個轉讓嘅情況下。會收取嘅，咁譬如話咧，就係由呢個USI 持有人啦，轉入嚟香港結算嘅時候咧，就會去收取呢個費用啦，或者係啱啱提到嗰個轉讓兼去實物化嘅時候咧，都會收取呢個費用嘅。咁而呢個費用咧就係每宗交易去計算啦，就按市值嗰個證券市值嘅嗰個2個基點去做收費嘅，而每一宗交易咧最低咧嗰個收費咧就係20蚊嘅。咁而呢個收費咧主要係支付相關嗰個證券登記機構去處理嗰個轉讓記錄啦，更新嗰個持有人個名冊嘅。咁而嗰個收費咧，嗰個費用咧
就會係透過我哋香港結算咧，就會係下一個工作天咧，下一個星期嗰個第一個工作天咧，係就會去扣數嘅。咁而第三類收費咧，就係一次性設立費啦。咁呢一個咧就會係一個特定嘅情況之下出現嘅，就係當一隻定名證券咧正式成為呢個參與證券嘅時候咧，就會係有呢個費用嘅產生。咁而呢個費用嘅產生咧，係用嚟支付咧呢個證券咧第一次納入無紙制度之下所涉及嘅工作嘅。包括啦，第一就係將本身已經喺中央結算系統入邊嘅一啲實物股票咧去實物化啦。第二就係建立一個持續管理呢一隻證券嘅系統同埋相關嘅操作嘅。咁有幾點咧，大家都需要留意啦。就係咧，第一咧就係每一隻證券咧只會收取一次嘅呢一個一次性設立費啦。所以咧，即係話咧係以每一隻股票嚟計，而唔係以每一次交易嚟計嘅。咁第二啦，就係當如果咧，凡係喺呢一個參與日期前一日仍然持有呢一隻證券嘅行家咧，就會需要咧係去繳付呢一個費用啦。第三咧，呢一個收費嘅金額咧，都係按翻每一位行家嗰個平均證券組合價值分級咧係去訂立嘅。咁而呢個分級咧，同啱啱所分享嗰個中央結算系統嗰個會籍費嗰個分級方式咧係一致嘅。咁呢度就有3級啦。第一級咧就係50蚊啦，就係針對於嗰個行家嗰個平均市值唔超過10億元嘅。咁第二級咧就係100蚊，就係對於一啲行家咧嗰個平均市值咧超過10億元，但係不超過200億元。最高嗰級咧就係560蚊，就係針對於啲行家們咧，如果嗰個市值咧嗰個平均市值係高於200億元嘅。咁而呢一個分級嗰個設計咧，目的都係想有一個公平性喺度啦，即係嗰個收費同埋參與者嗰個規模都成比例嘅。咁雖然以上呢3個收費咧都係由證券登記機構去收取啦，但係透過中央香港結算去代收啦，但係責任方面咧一定要清楚，因為咧呢一個費用咧都係各位行家係需要負責嘅，而各位行家咧都需要確保咧戶口係有呢個足夠嘅資金咧係去準時付款。咁如果某啲情況底下啦，嗰個收費咧係未能成功扣款咧，咁我哋都會有一個既定嘅程序去做跟進嘅。咁包括啦，就係我哋會發出電郵通知啦，有一個書面嘅提醒啦，同埋直接聯絡翻相關嘅行家嘅。咁如果一段時間之後咧都未繳清呢一個費用咧，咁香港結算咧就會利用現存嗰個結餘啦抵消欠款。如果嗰個情況依然持續啦，咁我哋就需要暫停接受咧相關嗰個行家嘅一啲新嘅存入嘅指示，直至到嗰個費用咧繳清為止嘅。咁呢一個唔係想懲罰每一位行家，而係咧係想確保整體嗰個存入嗰個系統咧運作係穩定啦，同埋有序嘅。最後呢一頁咧係我哋啱啱所講到嘅所有嘅費用嘅一個總結啦。咁透過呢一個表格咧，大家都可以一眼睇到邊啲費用係俾香港結算，邊啲費用係證券登記機構去收取啦，以及咩操作情況會產生呢一個費用嘅。咁呢個可以當成一個快速參考表，俾翻各位行家去做參考啦，就去計發去同相關嘅客戶去做翻一啲交易嘅計劃啊、對賬啊，或者係解釋。咁而去到最後一個部分咧，我哋都會集中講一講最重要嘅問題啦，就係由而家開始咧，
各位行家係應該點樣部署同埋準備迎接呢個無紙證券市場啦。之前幾個部分啦，我哋都詳細講咗嗰個制度啦、流程同埋費用嘅。咁而呢一個部分咧，我哋都想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內容啦，俾大家清楚知道啦，下一步可以做啲乜嘢啦。咁而對於各位行家嚟講咧，第一咧，我哋會建議大家咧係仔細閱讀咧已經發布咗嘅一啲相關嘅資料文件啦，包括我哋剛剛3月份發布嘅一個補充資料冊啦，了解制度同埋操作層面嘅細節安排。第二咧就係參考我哋發出嘅一個中央結算系統嗰個使用指南啦。指引啦，咁去了解新增嘅功能、操作流程同埋嗰個時限嘅要求啦。第三咧，我哋都建議各位行家咧去檢視內部嗰個系統啦、流程同埋人員安排嘅，確保咧團體同埋新制度咧對於呢個新制度咧有一致嘅理解啦。咁第四啦，就係我哋希望都想掌握各位行家嗰個準備進度啦，所以我哋而家咧現時咧就有一個問卷咧就進行當中嘅。咁我哋希望咧大家都可以透過呢個 Client Connect 上面嘅一個問卷啦，去提交一個問卷啦，好讓俾我哋知道大家嗰個準備情況啦，同埋我哋嚟緊嗰個規劃，我哋都會因應呢個問件咧而去配合嘅。咁最後啦，我哋喺10月嘅時候咧，大概10月份嘅時候，我哋會舉行一個模擬演習啦，咁就會俾到各位行家咧，就會係有個機會咧去試一啲新嘅功能嘅。最後啦，就係11月16號咧，咁就會係USM 嘅一個正式實施日期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都鼓勵大家咧，越早準備咧，咁到期時候落實嘅時候咧，就會越順利啦。咁如果大家喺準備嘅過程當中咧，有任何問題啦，無論係操作啊、程序或者係理解上嘅疑問咧，都可以透過我哋香港結算嘅香港結算嘅專線電話啦，或者係電郵咧，都可以揾我哋去了解下嘅。咁我哋嘅後援支援團隊咧都非常熟悉無紙證券市場嘅安排，咁可以為大家咧係提供一個協助嘅。咁另外啦，就係隨着實施日期嘅接近啦，咁更多嘅補充資料啊，或者係一啲更新啊，或者説明咧，都會透過我哋嘅網站去發布嘅。所以我哋都鼓勵大家咧，提早去查閲資料，主動去提問，同埋及早同內部或者係客戶層面咧作出安排嘅。咁去到呢度咧，我哋已經完成今日嘅簡報會嘅所有內容啦。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咧，都可以透過我哋嗰個 chat box 啦去提問啦，或者係透過我哋之後嘅一個熱線咧，都可以作出提問嘅。咁我呢度都俾翻少少時間俾各位行家發問啦。我哋有位行家去提問到，我哋有個新嘅功能啦，係關於個印花稅繳交請求嘅。咁呢一個功能係咪 replace 係咪取代咗5蚊嘅印花稅嘅咧？哦，嗰個5蚊個印花稅咧係乜嘢嚟咧？就係咧，其實如果係行家係以一個實物股票嗰個存入嘅時候咧，咁嗰個5蚊係講緊俾嗰張紙嘅5蚊，唔代表嗰個係經 CCASS 交嗰個印花稅。咁經 CCASS 交嗰個印花稅係交緊啲乜咧？就係如果話即係譬如行家做一啲 SI 嘅時候咧，而呢一個 SI 咧係有嗰個實益擁有權嗰個轉變嘅情況下咧，即係 CBO 啊。咁呢一個情況下其實係需要交一個印花稅㗎嘛。咁所以如果有呢個情況發生嘅時候咧，咁行家就可以透過我哋呢一個新嘅功能咧，去輸入資料啦，咁就去繳交呢個費用啦。咁同嗰個5蚊咧係唔一樣嘅。嗰個5蚊咧，如果你係拎住張紙嚟到我哋嘅櫃台咧，嗰個5蚊都係要照俾嘅。
CCAS 交稅嘅話，同而家行家自己喺稅局交 e-stamp 係咪一樣㗎？講緊嗰個一樣嘅情況，我諗嗰個一樣嗰個位咧，我不如用呢個角度去睇，因為如果係經 CCAS 嘅話咧，我哋就會係限於係參與證券嘅 SI 嘅一啲 transaction 咧，我哋先可以經 CCAS 去交嘅。咁所以嗰個一樣嘅地方，我諗就唔可以話係完全一樣啦。呢啲唔係啊，咁佢哋點樣可以知道咧？嗱，咁喺參與證券同埋非參與證券咧，我哋都會為咗即係都要俾市場去做準備咧。咁我哋會喺實施當日咧，即係11月16號咧，我哋會上載一份文件咧，就會去俾到行家咧預先知道咧有啲咩證券咧係排緊隊咧，就會係成為呢個參與證券嘅。咁呢一個表咧，我哋會以一個大概每3個月嘅時間咧，係去做一個更新嘅。資料冊係 FSR 提供嘅資料冊，咁係會幾時會公佈㗎？如果係關於 FSR，即係嗰個登記總會嗰個 FSR 嗰個資料冊咧，其實已經係上載咗喺嗰個即係嗰個相應機構嗰個網頁入邊㗎啦。咁所以行家都可以去翻相應嘅網頁去查詢咯。至於嗰個 transfer and registration fees，咁麻煩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係邊個單位去收取同埋要支付㗎？嗰個 transfer and registration fee 咧，其實就係由證券登記機構即係 ASR 係收取嘅。咁係咩情況下會有呢個費用嘅產生咧？就係當證券存入CCAS 嘅時候咧，就會需要做一個轉讓嘅動作啊嘛。咁呢一個步驟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個費用嘅產生啦。除牌嘅，如果係放咗喺 CCAS 嗰度，日後會點處理嘅？如果已除牌嗰啲咧，就嗰個處理方式咧，就係維持不變嘅。係基本上已除牌嗰啲，其實日後 USM 行咗之後都係不變嘅。咁你哋都係可以submit呢個 withdrawal order 嗰陣時，跟住你攞翻啲除牌股票嘅。如果有 denomination 嘅話，係。再有另一個問題就係而家啲 CCAS CBOSI 就可以交，係咪將來就可以交埋個 stamp duty 㗎？如果個 SI 係涉及 CBO，而嗰個 SI 係涉及到一個參與證券嘅時候咧，咁就可以經CCAS 呢個新嘅功能咧，係去做呢個印花稅嘅繳付嘅。參與證券是否一定要經 CCAS 交 stamp duty？參與證券唔一定要經 CCAS 交呢個印花稅嘅。咁如果行家係現時有一個既定程序係同稅局直接去交付呢個印花稅咧，咁呢一個嗰個運作咧係不變嘅。只不過係 CCAS 係多咗一個渠道，令到方便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就可以用到呢個新嘅功能咯。行家提問到係咪一個 intermediary， 佢係咪必須要成為 approved stamp authorized person， 咁先至可以做到印花稅相關嘅功能㗎？呢一個係嘅。如果咧其實唔單止係印花稅上面啦，其實如果要做到譬如啱啱我所講到嘅就係嗰個轉讓兼去實物化兼轉讓啦，同埋 USI 轉讓同埋嗰個印花稅嗰個支付咧，呢3個功能咧都必須要成為稅局認可嘅人士咧，先可以進行到嘅。
咁所以相關嗰個申請咧就會大概喺6月份嘅時候進行嘅。咁而呢個申請咧都係會由稅局咧係去處理嘅。咁如果有隻證券佢已經係被除牌，而客戶係冇 USI account 嘅話，咁又可以點樣處理？如果嗰個證券已經係除牌咧，其實已經唔係喺 USM 涵蓋範圍之內嘅。咁所以正如我哋同事啱啱阿 Wilson 都提到啦，就係如果對於已除牌嗰個處理咧，同今天咧係一致嘅，即係一模一樣嘅。我哋一個先提及到嗰5蚊嘅印花稅啦，咁 USI transfer deposit 需唔需要俾呢5蚊㗎？USI 轉讓係咪？係啦，如果 USI 轉讓咧就唔需要俾5蚊嘅。咁5蚊都重新講一次啦。其實呢5蚊其實幾時要俾咧？就係俾嗰張紙，即係嗰張 IOT。係啦，其實如果行家係拎住張紙入嚟去做嗰個轉讓咧，即係嗰個存入嘅時候咧，先需要俾呢個5蚊嘅。咁如果係一個 USI 嘅轉讓咧，唔涉及任何紙張咧，就唔需要俾呢5蚊嘅。有一條問題，股東係咪可以將佢嘅貨轉讓去俾第三方 under USM transfer 嚟嘅？如果係股東轉讓去第三方嘅話，咁佢就要係做一個 USI 轉讓嘅一個方式咯。咁如果第三方係譬如你係指券商啦，即係將啲貨傳翻，即係間接傳翻入嚟我哋香港結算咧，咁其實就係由相關嘅行家咧，即係券商咧，就透過 CCASS 嗰個USI 轉讓嘅一個功能啦，去入呢個指示咧，就去將呢相關嗰個股東嗰個股份咧，就轉入嚟香港結算代理人名下咯。提貨費以提貨當日嘅收市價 market value 去計算，還是以上一日嘅收市價？嗰個上一日嘅收市價。扣貨前一日嘅收市價，即係如果今日已經完成嗰個轉讓，轉出嗰個動作啦，即係今日你喺個戶口度見到嗰個股份咧係有減少嘅情況咧，就會攞翻尋日嗰個收市價去做計算嘅。或者我都綜合埋幾條問題，我見到有行家都問ASR 係咪真係股份登記處？冇錯，因為正如呢個無紙化市場嘅其中一個之前證監會諮詢過啦，就係話所有嘅股份登記處咧，其實都需要變成一個 ASR，即係 Approved Share Register， 即係話而家嘅 share 咧，將來咧佢要做無紙化嘅證券咧，佢一定要係證監會批准嘅 share 佢先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大家聽到個 terms 係 ASR 咧，冇錯啦。ASR 咧其實就真係股份登記處嘅意思。咁亦都有行家問啊，佢個角色係啲咩啊？股份登記處嗱，我諗大家都知道啊，喺香港證券市場裏邊咧，股份登記處咧係負責咧嗰個股東名冊嗰個一個登記同埋佢哋嘅儲存啦。咁佢哋亦都 serve as 咧嗰個上市公司嗰個agent of the issuer， 即係佢係嗰個上市公司嘅代表啦，應該咁講。咁所以咧變咗咧，任何股東名冊嘅轉讓啊，譬如你哋嗰啲註名啊、轉換啊，或者做任何嘢咧，都必須要其實咧，尤其是如果有股份咧係存咗入嚟我哋香港結算裏邊咧，嗰個股東名冊一定要做翻相對應嘅改變㗎嘛，係咪？咁嗰個一定要牽涉股份登記處。而因為就住咁樣嘅原因啦，就頭先 Kathy 所講咧，就係話有某一啲費用啦，譬如話 transfer and registration fees，就係咧股份登記處會收㗎。咁我哋幫佢代收啫，因為股份登記處唔會知道喺我哋背後係邊一位券商㗎嘛，咁我哋就會幫佢代收啦。咁佢代收就話：哦，如果第日你哋要轉換咧，我哋知道係邊位去做呢個轉讓嘅時候，或者邊個做呢個 transfer 嘅時候咧，咁我哋代收咗咧就會俾翻股份登記處。咁頭先亦都有個表格話咗俾大家聽，其實有啲咩費用係喺無紙化市場嘅證券底下咧，股份登記處係會收取嘅費用嚟嘅咁樣咯。咁亦都有行家問去實物化所謂 DMAT 嗰啲咧要點做？咁嗱，我簡單講一句，其實 DMAT 如果你已經擺咗啲貨喺 CCASS 嗰度咧，你哋唔需要理嘅，因為 CCASS 咧，因為我哋係會喺嗰個
證券喺佢正式去參與變成無紙化證券個參與日嗰陣時咧，我哋會同國會處安排啦。咁但係喺市場上面，譬如你哋嘅客戶流通嘅，其實有冇一個迫切性咧？嗱，呢個完全係個投資者自己個選擇啦。證監會就冇規定話你哋一定要必須要幾時去做呢個去實物化或者去做任何嘅嘢。咁如果你話如果嗰隻股份係已經變成一個無紙化證券啦，我仍然 keep 住實貨股票得唔得咧？係得㗎，即係嗰隻股票係唔會廢除嘅，係會一路有效。直至到譬如可能嗰個投資者會覺得若干年後，雖然而家變咗無紙化啫，咁但係我中意 keep 住張實票，佢係可以 keep 嘅。咁佢可以一直 keep 到就係話我想買賣啦，咁冇辦法啦，你要買賣嘅時候，你就一定要存入你嘅經紀又好，我哋香港結算又好。當你存入嗰一刻嘅時候咧，你就要先做咗一個去實物化嘅動作先，即係話你哋要去將呢個實物股票變成呢個無紙化，跟住先至做買賣咯。而喺呢個去實物化連埋轉讓嘅過程當中，頭先Kathy 有提及過啦，就係需要5個工作天去做到呢一件事嘅咁樣咯。咁我希望即係呢個可以俾一個即係綜合少少嘅一個建議大家啦，即係或者一個意見俾大家啦。咁同埋頭先我見到話，如果證券損毀嗰啲咧，係咪仲可以跌咧？嗰個真係要股份登記處，因為股份登記處負責係檢驗嗰啲股票，但係股票係佢哋出噶嘛。咁嗰個要問翻股份登記公司啦。咁同埋即係有人問幾時你會知道嗰個公司係會參與成為呢個無紙化證券啊？咁我正如頭先 Kathy 有提及過啦，當嗰間上市公司同股份登記處佢哋定咗一個日期之後咧，嗰個上市公司咧佢係會公佈，佢會賣個報紙公佈，而我哋都會喺證監會又好啦，香港交易所又好啦，我哋講香港結算又好啦，我哋都會喺我哋個 website 嗰度咧，喺3個月前咧，應該係咪？3個月前啦，我哋就會有晒資訊話俾大家聽個時間表，邊間上市公司幾時去做呢啲咁嘅無紙化證券啊，咁樣大家都會睇到個時間表嘅，係之前咁樣咯。咁我諗大概係一個綜合少少嘅一啲意見啦，咁樣。好，唔該晒 Richard。咁我都留意到咧，有唔同嘅行家咧都問緊，其實有關嗰個係咪一定要強制性即係去實物化啦？咁Richard 都提到，其實而家係冇一個條例係要求所有嘅投資者咧，將佢手上嘅股票咧係全面去實物化嘅。咁就正如Richard 話齋啦，就係當投資者有需要咧去做嗰個買賣嘅時候咧，咁就我哋就有一個terms 啦，就叫做見光死啦。就到期時咧，你拎嗰張實體股票出嚟嘅時候咧，咁嗰張股票咧就會見光死啦，咁就會嗰一刻咧就需要去做嗰個去實物化嘅處理啦。咁而另外咧都有行家問到啦，有冇一個咩時限，即係幾時要逼到啲即係所有嘅股票就成為參與證券咧？咁其實我哋如果合資格嘅股票咧，即係譬如話係符合嗰個司法嗰個區域啦，即係香港、內地、開曼群島同埋百慕達咧呢四個地區啦，同埋嗰個股票嗰個證券嗰個形式咧，咁呢啲定名證券咧就會係5年內咧就會全部咧就會成為參與證券嘅。咁而至於其他嗰啲咧，咁我哋都會逐步去同證監會同埋市場咧去了解點樣去為呢個剩餘嘅證券咧係去做呢個無紙化嘅處理啦。咁又提到咧，咁譬如嗰個 script fee 咧，就係幾時會取消咧？就會係喺11月16號嘅時候咧，就當 USM 實施嘅時候咧，咁呢一個費用就會完全咧就會係取消啦。咁就正正就係譬如係幾時會有呢個費用產生咧？就係譬如有一啲 dividend 啊、script dividend 同埋 bonus share 產生嘅呢個 script fee 咧，都會係取消嘅。咁至於有另外有一啲行家都有問到嗰個印花稅嗰個支付嗰個問題啦。咁其實咧 USI transfer 即係 USI 轉讓嚟講咧，如果係牽涉到香港結算嚟講咧，其實所有嘅 USI 轉讓咧都係一定係要 NCBO 嘅，即係話咧換言之咧唔會有
可能係有發生係 CBO 嘅情況，咁所以咧牽涉到香港結算嘅 CBO，香港結算嘅 USI 嘅轉讓咧就一定係 NCBO 嘛，所以呢一啲 USI 嘅轉讓咧就唔需要付即係繳付呢個印花稅嘅。咁而有關咁有行家都有問啊，客戶係咪可以唔需要開 USI 戶口嗰個情況下咧，直接將實物股票存入券商？咁呢一個同今日嘅情況咧都係一模一樣嘅。咁因為一開始我哋都提到啦，咁整個香港代理人嗰個架構咧都係維持不變啊嘛。即係換言之咧，行家你今日點樣運作咧，將來都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嘅。咁呢個都係希望透過 USM 咧，即係希望呢一個嘅保留咧，都係想喺 USM 之下咧，就減低嗰個影響嘅。咁如果有至於有行家就問點個股東點知自己嗰個 USI 帳戶咧？其實呢一個咧 USI 帳戶咧，或者嗰個持有人咧，係需要咧係向每一間嗰個ASR，即係嗰個核准登記核准證券登記機構咧去申請嘅。咁市面上咧現時咧就有6間過戶處啦。咁而我哋3月份嘅時候咧，證監會發出嗰個新聞稿啦，都講咗現時都有6間嘅一個過戶處咧，現時係進行緊嗰個ASR 嘅申請嘅。咁到期時咧，如果呢即係嗰個 ASR 係完成嗰個批核咧，咁而相應嗰個嗰啲投資者咧，都需要向每一間嘅ASR 咧去做一個 USI 嗰個申請嘅。呢個就當然係投資者自己個人嘅意願啦。即係如果佢哋決定要開一個account，我哋咪去翻相對應嘅股份登記處嗰度開咯。咁但係即係我諗呢個始終係即係佢個人嘅意願啦。因為其實我諗存放股票有好多方法嘛，即係大家都即係我諗大家都係應該要到時留意翻個公佈，就係話邊一間股份登記處已經納入咗變成一個核准嘅一個股份登記公司貨呢個無紙化證券咯。同埋到時咧，正如頭先所講啦，有行家問5日去完成個 DMAT 啊，或者點樣申訴，其實將來我哋會有一個共同嘅平台嘅。呢個平台咧就係將來咧，我哋會去做一個去實物化啦，同埋做一個轉讓嘅一個平台，就係同一啲 ASR 同埋我哋 CCASS 一齊去maintain嘅一個平台。咁所以任何嘢都係會用電子形式，你會好清楚睇到嗰個 account 點樣轉讓、幾時轉讓，同埋個流程會點樣咯。咁大家都會同時間喺個 platform 嗰度啦，喺個 system 嗰度咧，即係我哋香港結算嗰度啦，都會睇到晒呢啲咁嘅狀態咁樣咯嚇。有另一個問題，如果嗰個去實物化喺5日內未能夠完成 CP，可以點樣去跟進或者投訴？呢個就係我頭先所解釋啦，就係大家喺個平台嗰度會睇到嗰個狀態係會點樣咯。咁一般嚟講，當然啦，正如我頭先所講啦，股份登記處 ASR 當佢哋完成咗一個過戶嘅手續咧，佢哋就會即刻會 update 翻，就係話即係而家要實物股票啊嘛。咁將來唔需要嘅時候，咁咪喺個平台嗰度會做翻喺 electronic， 即係電子化就會有翻個記錄話翻俾大家聽。呢個股份係已經轉讓咗登記啦，咁樣咯。咁大家都會喺個平台嗰度見到晒嘅，咁樣咯。咁都有行家問到啊，即係譬如去實物化呢個動作，可唔可以唔經我哋香港結算去做啦？即係經券商再經香港結算去做，直接同相關嘅 ASR 去做得唔得咧？咁絕對可以啦。咁但係事前咧就需要嗰個投資者咧先同嗰個ASR 咧就設立咗一個USI 嗰個賬戶啦，即係 USI 嗰個profile 先可以咧成為一個 USI 持有人咧，先可以去進行呢一啲去實物化嘅動作嘅。咁另外啦，就有行家問到啦，係咪有一啲新嘅TUG，即係嗰個
系統指引咧已經上載咗喺我哋嘅網頁咧。咁呢個答案係非常簡單嘅，就係嘅。我哋個網頁咧已經上載咗有關嗰個資料冊啦，同埋嗰個系統指引嘅。咁而呢一啲功能啊，呢啲指引咧，其實已經早於喺現年，即係去年嘅時候，8月嘅時候咧已經上載咗啦。咁所以我有見到行家咧，另一位行家提到嘅就係話，我哋嗰個問卷咧有提到嗰個新嘅功能咧，其實唔係今天先同各位市場嘅參與者分享嘅。咁其實喺即係若干月前咧已經係同大家分享咗啦咁樣嘅。咁但係當然，如果行家係對於啲功能有啲咩問題啊、疑惑啊，咁都可以歡迎各位咧同我哋嘅熱線咧去了解嘅。另外有幾個行家佢哋都涉及到 ESOP 嘅業務嘅，咁每逢嗰個權利佢哋